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欠两个问题，当时会当解决。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去立法院的时，伊是表示，目前咱国内逐工还阁欠60万粒卵，也毋过天气愈来愈稳定啊，加上进口的鸡卵陆续嘛拢送到位啊，伊是认为欠卵的问题3月中就会当解决。另外，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造成国际粮食价格大起，农委会是表示，咱的饲料甲肥料拢有加买，到8月份甚至10月份拢无问题。天气转稳定，嘛，互中南部鸡卵生产条件变好。鸡卵生产为102000箱成长到107000箱，毋过欠卵犹原存在，生产量犹原欠3000箱，大约是60万粒。9号下晡啊，到经济委员会业务报告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继续来调度，佮有国外进口的来啊，相信3月中就会当解决问题，伊搁一届挂保证。你3月中旬可不可以彻底解决鸡蛋不足的问题？当然可以啊，不会跳票。那我们所有全台湾人民的婆婆妈妈都听到了。但鸡卵的价销无法度保证恢复到起价进前。诸位，我希望你保证，也努力3月底回到原来价格，好不好？我现在不能在这里保证市场价格回到原来价格，依照市场机制来运作。是毋是要跳票？犹原有待检验。未少立委嘛关心乌俄战争可能对原物料带来冲击，有一寡大宗物资已经起1倍以上。农委会表示，已经盘点做饲料黄豆、玉米，目前会当确保到8月份供应无问题。农民关心的肥料，农委会嘛强调已经超前部署。这些的库存量绝对供应到10月哦。另外，乌俄战争嘛造成鲑鱼进口受到影响。主委陈吉仲表示，鲑鱼确实是台湾进口上悬的水产品，但认为鱼类有真侪替代性。那鲑鱼无法度来台湾，鼓励民众多多消费国产的石斑、乌鱼、台湾鲷、沙白鱼，价销相对较合理。记者们王兴中台北报道。战事嘛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股市大落。咱台北股市昨昏是爆破17000点，今日开盘因为盘伤深有反弹，盘中甚至阁有起超过200点，徛起哩17000点的关卡。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冒出来信心话声，今仔日咱台北股市收盘是收红盘，收伫17015点。请问诸位，这算不算股灾啊？我认为的确是一个震荡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台股最近3天累计大涨上1000点，有立委认为讲差不多会当认定是股灾。不过，找到台股大力反弹，盘中起超过200点，上悬要到17071点，收复87关卡。到早起10点半为止，交易量超过1600亿。台湾银行昨天就买了超过100亿啊。前天也超过100亿啊！政府已经在护盘了嘛。泛公股每一个都有他的操作团队啦，自己会判断啦。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政务处长黄清华强调讲，并无收到护盘的指示。不过台股若是出现非理性落价，无排除会召开临时会，赶紧让股市稳定落来。那最近台股未输是外资的提款机共款，已经连续5天卖超，金额累积是1982亿。不过到新3月份拢是买超，累计买超敢若有209亿。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是真有信心，强调讲台股的基本面是真好。其实国内的资金动能是很强的，股市基本上还是看基本面，当然短期之内的波动是难免的。那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冲突是持续扩大，根据金管会统计。国内金融机构伫风险之下金额是超过2000亿，其中以保险业的金额是上济，有甲1382亿，拢是投资伫罗西亚，主要是以借款为主。不过强调讲，敢若占国内保险业资金的0.46%，影响并无大。另外，银行投信投资的金额占的比例嘛无大。国债的话，那现在怎么计算价值？他就要依照财会的准则去调整。把这个损失呈现出来。那这些俄罗斯的国债，其实它的信评在战争前其实都是合乎标的的，它的比例也不高。不过有立委指出，虽然对国内金融业影响无大，不过部分的中小企业出口工具机去罗西亚，资金的规模差不多是1成至2成，影响是袂少。财政部表示，若是出现资金短势问题，会提供协助，或者是提供贷款等因，甲因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友邦贝里斯总理带团来咱台湾访问，咱总统蔡英文在去以军礼迎接，而且颁勋章予伊。
今年是两国建交满33周年，嘛希望讲未来双方会当加强合作，深化关系。总统蔡英文伫个总统府外头前，用隆重的军礼来欢迎友邦贝里斯的总理布里先牛因翁仔姐来访。布里先牛这次是让16年头一遍以总理的身份来访台湾，伫个台北建交要满33年，更加显示出意义真重大。我们期待透过这次总理阁下来访，能够对于两国关切的议题一起交换意见，深化合作关系。持续提升邦谊。布里先牛表示讲，台湾甲贝里斯有真侪共享的价值，相信会当透过合作来面对全球的挑战。现主时国际情势真紧张，布里先牛因致辞嘛特别讲到这个坚定相信全球和平，还佫有支持人民有决定家己命运的权利。台北要爱小天合作来维护这个区域的繁荣甲全球的安全和平。It's important also for me to say on behalf of the Belizean people that Belize fully supports the aspirations of Taiwa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Taiwan'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righ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its neighbors. 总统蔡英文嘛颁授特种大寿庆婚勋章予布里先牛，双方就台北两国双边合作，还佫有共同关切事项来做交换意见。昆山科技大学嘛颁奖布里先牛名誉博士的学位，而且布里先牛这座伊率领真侪重要的官员来访，估计这座会伫经济上的投资会有更较深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交通部要推动台铁公司化。交通部长王国材下早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报告业会时，伊是表示，公司化才当解决台铁困境，改善台铁的安全，解决财务的问题。即马针对外界甲工会积极，王国材是表示会继续参外界参详。现在我发觉在我们的尾端的这个组织僵化，很多的标准作业程序没办法落实，很多的它的执行没办法被监管。所以我是希望透过一个好的组织来执行这个安全跟营运。面对立委大家拢真关心台铁公司化，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这对铁路安全真有帮助。不过，立委烦恼讲改变做是财团效想台铁土地机会。土地到时候合资，人家就是用这个再来做一些那当然考虑台铁最大的利益啊，这个当然是他们未来资产开发的部门要去处理的。但执行面你不要变成到时候这个转投资变成就是财团在获利。这没问题，这个我们也会注意这一点。另外一方面，设地条例嘛规划要来移拨台铁土地，包括到台北机场、高雄港站、还台北车站特定区3笔土地来做设立海啸基金的资源，另外加上行政院预算的补助，会当来甲台铁的债务1484亿来还有清。不过工会对此是有意见。那工会是不是反对？这个他不反对。这个他不反对吗？他那个土地对土地有对那个土地啦，他是认为土地都不能拨啊。他不是反对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家处理吧，是不是？我刚才我是觉得公司化，我们所有的单位都来帮忙，但是也要合理啦哈。台铁工会几界表达对着公司化设地条例疑虑，几立委嘛要求交通部应该来听基层的声音。王国材强调，员工的薪资有退休的福利，拢会来保障，卖尊重员工的决定，未来会加强对话。记者张志阳、张志佳台北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74个境外，阁有3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的部分拢是高雄自助餐店馆旅游团相关的案例，其中有2例是台南一间病院的药事人员。目前这间病院的门诊是暂停到3月13，而且嘛有考虑49个人进行居家隔离，而且阁有432个人做体检，即嘛体检的结果是阴性的。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有77例的病例3例本土，74例的一个境外移入，那没有新增这个死亡的确诊个案。那今天的3例本土病例是1男2女，那居住的县市是台南有2例，高雄有1例，那都与公庙旅游团相关。那台南2例，那都是按20974，那他到这个进行复健的一个医院的药事人员
那这2位因为是在这个医院工作哈，所以目前我们是先认定是一个院内感染的群聚哈。那总共目前是匡列了49个工作人员、病患跟其他人员哈，总共49位来进行居隔。那因应就是说有这个药剂部的这个同仁哈被居隔跟确诊，所以目前来讲门诊也因此就先全面暂停到3月13号。另外，为特别鼓励时段，拢爱出来注意风险。云林县政府对3月70到4月70，只要满65岁以上的长辈去县内108间有拍合约的医疗院所注意风险，就当摕到500块的礼品。为着要鼓励老大人注疫苗，为3月70到4月70，云林县只要满65岁老大人前往县内合约病院注疫苗，就会当得到500块以下的礼券，也是宣导品。活性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这些长者他不愿意出来施打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哈，那我们中央指挥中心哈昨天就宣布哈，那从3月10号到4月10号这1个月哈，65岁以上的长者，凡是出来打第1剂、第2剂的这些长者都可以拿到就是500块钱以下的一个宣导品。云林县卫生局表示，根据统计，目前县内疫苗注射率头一档是79.5%，第2档是73.4%，第3档的对加剂就干那38.6%。不过，若75岁以上的老大人得到武汉肺炎，发生重症甲死亡的比例拢较悬。希望老大人会当赶紧就近伫咧卫生所、病院也是诊所来注疫苗。这个我们108家的这个特约医疗院所，就是分布在我们20个乡镇的一个都有啦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卫生所也会安排来做接种哈。卫生局表示，县内真侪老大人无愿意注射的原因，主要就是本身真罕得出外，也烦恼注疫苗了后会有不良的反应。不过卫生局强调，注疫苗会当减少染病造成重症、住院也是死亡的风险，呼吁大家也是爱赶紧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的焦点，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昨昏伫英国的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伊是表示，因会战到上尾1分钟，嘛呼吁各国爱斗3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八伫英国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是受到隆重的介绍，而且全场的人拢徛起来甲伊拍扑啊！这嘛是下议院历史上头一届邀请外国总统伫国会内底发言。Розказати вам про наші 13 днів. 13 днів війни, міцної війни, яку ми не розпочинали і не хотіли. 伊伫基辅市中心家己翕一段影片，表示春天就要来啊！所要伫咧粗残的战争时刻，不过伊知影终其尾要是会摕到胜利，尾啊，搁甲镜头捏一个目尾。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持续向各国来寻求协助。迄一天伫咧挪威甲波兰的一场联合记者会，波兰表示会甲因伫咧苏联时期所有的美国29战斗机全部交予美国部署来支援乌克兰的军队。But we are not ready to make any moves on our own because we are not party to this war. 不过，美国国防部虽发声明讲，这是波兰各方面的决定。因讲喷气式战斗机若飞入去罗西亚甲乌克兰有争议的空隙，会引起规个北约联盟严重的关注。因无认为讲波兰的这个建议可行性是悬的，等到英国是支持波兰这个决定。一向立场拢较倚罗西亚的中国，初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德国总理肖兹，也有法国总统马克宏视讯峰会内底，头一届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发表强烈的声明，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劝和促谈。习近平强调，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联合国一封流出去的电子批内底，唔通用战术甲入侵等等的字来描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局势。也让官员表示，代志并唔是安尼。Looks like someone, like in a regional office, may have taken upon themselves to send out an email as instructions.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done because there are no official instructions. 内容显示，工作人员互通知讲，要用冲突或者是军事进攻来取代。官员表示，有一封发予员工的电子批，提醒大家，因是替国际伫做工课，要遵守家己工课责任。伫乌克兰局势的沟通，要符合联合国的立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互国际上咧关心台海的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有讲到台湾议题，伊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原本俄罗斯就是讲倒顶年间轻轻松松，想袂到拄着困境，这嘛互中国感觉真意外甲真不安。伊嘛提出警示，讲袂使看轻习近平的决心。俄乌战火刷咧烧，连带影响到台海的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讲。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陷入去困难的局面，会感觉不安也是意外。不过嘛，做出警示，讲袂当来看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的决心。I think the President Xi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re a little bit unsettled by what they're seeing in Ukraine. They did not anticipate the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the Russians were going to run into. I think they're unsettled by the reputational damage that can come by their close association with President Putin, second b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也让俄罗斯受到经济制裁，是毋是来促成美国和中国伫台湾的议题顶悬有进一步对话呢？伯恩斯伊否认，不过认为讲中国会定性评估台湾的议题。美国国防情报局是讲，台湾甲乌克兰的局势无同。学者分析讲，中国近期对台湾全面犯台的可能性无悬，这有两大关键的所在，包含强军要未有速战速决的能力，也佫有这个习近平伊想要来稳定政权。对于中国对习近平来讲，他在今年底这20大要续任，大概是10拿9稳。美军在印太地区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当的优势，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阶段，不至于在台湾海峡采取过分严重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投注大量的资源于所谓的这个远程打击火力来实施源头打击，这个效果跟它的成本效应之间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好还要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研析跟这个评估。中国伫过去2年来放调讲要武统的言论，因为俄乌战争的局势出现变化，学者认为讲安尼会当来达到一定延缓的作用。中国对两岸的评估嘛更加谨慎，也让乌克兰的人民以反抗的精神嘛来鼓舞着咱的国人，来叫醒民众注重国防建设。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阁唔停火，欧美继续出手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甲能源，英国嘛要对咧做。欧盟是公布讲要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瓦扣，2030年要全面禁用。这是莫斯科一个壳牌加油站，壳牌已经停止对俄罗斯买石油，佮表示双方别个来往。事实上，做这个决定的前几天，才因为买一樽俄罗斯原油，可能有2000万美金的利润，互人批评。迄时阵表示2礼拜之前，安尼交易真平常，这利润会关出人道救援。7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石油禁令，国际油价冲关，冲击后股的气势，收在平盘。Targeting the main artery of Russia's economy. We're banning all imports of Russian oil and gas and energy. The decision today is not without cost here at home. Since Putin began his military buildup on Ukrainian borders, just since then, the price of the gas at the pump in America went up 75 cents. 英国也表示，今年年底之前会慢慢淘汰俄罗斯石油甲相关产品。俄国石油占英国需求8%，英国表示会甲其他供应商合作。欧盟是要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降低2/3，搁伫2030年之前完全无变向。欧盟目前有4成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供应。Fit for 55, once implemented, will reduce the EU's total gas consumption by 30% by 2030. 伫欧美这个措施进前，俄罗斯要警告，若禁止石油进口，对全球经济有灾难性的效果，佮威胁切断通向德国主要天然气管道。投资人是真烦恼，荷布伦特原油测试每桶139块美金，是近14年来新高。俄罗斯的经济有大部分是来自能源，伊是世界第3大石油生产国。欧美相关制裁提悬莫斯科当局的经济国力。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甲大企业拢谴责。美国麦当劳即嘛表态宣布要暂时甲俄罗斯国内850间麦当劳关起来。若做饮料的大公司 Coca-Cola、Starbucks 即嘛宣布要暂停当地业务。
麦当劳执行长肯普钦斯基初八早起透过内部电子邮件甲公司网站发出声明，指出虽然逐工为数百万俄罗斯顾客服务，毋过无法度忽视乌克兰的苦难，决定暂时关境内847间餐厅，公司会继续支付62000名员工的薪水，因为供应链长期甲人道问题，无法度预测什么时阵会重新开放。1990年，麦当劳伫莫斯科开第一间餐厅，是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繁荣的象征。美食文化对外口汽水饮料进入市场，即马大企业麦当劳退出有重大象征意义。When McDonald's moved into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part of a message of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now those avenues have all been closed off. And so Russia's having McDonald's exit that market really brings a bookend, a close to that era. And we're kind of standing in, symbolically at least, a new era of division between Russia an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同一天，咖啡连锁大企业星巴克也对咧做，暂时关店面甲咖啡进出口，会对员工提供援助。再去饮料大企业可口可乐也宣布暂停伫俄罗斯的买卖，百事可乐也暂停卖可乐甲七喜这产品，毋过伊也配合五零混这基本明星饮品会继续卖。国际时间已经数百间企业品牌暂时退出俄罗斯市场，声援乌克兰。民众生活好亲像退回苏联物资欠缺的时期。麦当劳、可口可乐这大企业业者原本迟迟无表态，互人批评。伫包含纽约州养老基金等经济经济股甲网络控制的压力之下，总算做出决定。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来关心网络真利便，用网络嘛愈来愈普遍，所谓性暴力案件愈来愈多。法务部长蔡清祥今日是表示，政府已经提出几套的修法，其中嘛包括假造相片收毒的犯罪，会修改刑法部分条文，新增加散布私密影音罪。网红小玉进前逼出，是嫌用 Deepfake 技术制作画面色情片，有数百名艺人网红受害。在去法务部长蔡清祥到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质询，表示已经提出检讨修法，其中也包含轻微技术的科技犯罪。我们在刑法已经编在专章定28之1章来特别的规定。不止滥用新贵技术的触发，立委高嘉瑜、何林炳处施暴案件也烧出私密影片外漏者的风波。伫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法务部提出增订散布性私密影音罪、加制作或者是散布他人不实性影音等罪。另外，有地位质询的是关注矫正机关人员编制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你们照你们的编制有，你们却没有充足这样的能力，造成这个受刑人必须到台湾来服刑。服刑的话，造成家属的探望要坐飞机来，很多不方便嘛。我们这1、2年已经增加很多的这个新设跟其他的人员，好这个我们3月份评估到底要正式编制。部分家家欠社工、心理师者的人力编制，立委即期明明有说编制员也却无充足人力。蔡清祥出来讲话表示，已经有扩大人员编制，只是无马上满足所有家家需求。矫正署长黄俊宏是表示，3月底会评估，努力争取正式关押。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全教总伫8日的时事批评高中的校长遴选制度有空棒无周制，佮点名高中校长协会技术性操作。那协会是回应讲，因敢若提供平台的服务尔。全教总是认为，这个协会私底下会生巧，这就是偷食步。毋过协会对这指控拢否认。全教总开记者会批评高中校长协会，佮用考试进程做空来比喻表达因的不满。理事长侯俊良表示，校长为官派改造人选是透过民主的程序选出适合的校长，不过协会所提供平台，私底下校长敲击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难道真的没有校长被迫或者迫于人情的一个压力？他本来想填 A 校，没办法就变成逼着他要填 B 校，避免产生现在这种 one by one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状况。
根据国立高中校长的遴选作业要点，想要转进的校长应该爱填1间到3间的志愿学校。不过全高中表示，这嘛是一个问题。安那协会防止控讲，为着要互现进的校长拢找有亏，会先协调因的志愿，提高录取的几率。不过高中校长协会是全部否认，因也强调，去年嘛无全部的校长拢成功转任，并无一个按句按一个位的情形。我们去年也是有校长连任没有过，然后一个半退休，一个回任教师。那个也就是遴选委员会会很特别的尊重教师的代表跟家长代表的意见。高中校长协会希望大家会当较冷静一寡，坐落来豆豆啊讲。不过全高总认为已经违反公平、公正、公开，要求教育部爱查核详细。按现此时3阶段的遴选应该修正做2阶段，也就是延任甲连任的审议了后，爱直接办理出缺学校的审议，学校选进会当较济咧，阻挡有人挑工软空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市行中街的火烧厝，嘛烧出弱势细厝大的问题。民进党的立委林正基即卖是认为讲，台中市政府卖北屯也有清水的社会主体用地，就是无注重民众大的权益。也毋过台中市政府是表示，清水这块地是林佳龙在做市长的任内就按好的，无要家己入社会主体基地，外界毋通乌白斗。台中行中街大火夺走6条人命。嘛，凸显主体安全的问题。台中市府建议中央应该修法来解决私人空间囤物件造成公共安全的问题。若无公权力是真恶介入。民进党立委林静怡初九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若要等修法，毋知要等到伫当时。弱势民众伫经济考虑之下，现在因为计小搬移，选择做违章建筑来住。市府无应该摕修法来闪过去社会主体的问题。如果他有钱可以租用在豪华舒服的环境，他为什么会租用在这种比较老旧的社区里面？那甚至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礼拜在缴房租的，根本看不到卢市长对于像这样子的租户，他接下来能够承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居住上的安全的作为。林正基表示，台中市府2019年捌甲北屯区太原段11000平社会主体土地，以区大丁收配余地公开来卖土地。市府即马佫经着北方评估，加做社会主体清水5方大公有地来卖，无注重弱势民众的居住权益。毋过市府批回讲，因为考虑北屯已经有2个社会主体等咧起，所以决定甲原本规划1242户换伫西屯国安段来起，会有1280户。若清水5方段的土地是伫2016年经市长林佳龙入内前期规划时阵，就发现讲土地产权甲公有航路的问题，整合的困难度是真悬，所以决议无纳入正做起社会主体的所在。鳌峰段的土地从土地盘点、先期规划以及不纳入优先开发的一个裁定这一连串决策，早在林市长任内就已经有办理完成，而且已经裁定。台中市府表示，目前社会主体拢总有22个基地，第一阶段已经动工，还佫有当得起，甲已经完工的，是已经超过5508户，需要考虑各区域之间的发展。民众若是有较舒适的居住环境，甲合理租厝的条件，才会当真正落实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高雄城中城大火，顶日台中发生大楼火烧厝，拢造成严重的伤亡。为着要预防悲剧发生，立法院的民众党团提出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也有一寡相关的公安法案，呼吁朝野爱支持修法两查通过。这5个法案，其实在我们的民众党团进到立法院2年多来，其实我们已经都提出去了，但是目前呢，其实都躺在我们的委员会还没有排审。我们在这边继续要沉痛的呼吁是，这5个法案，请委员会们在这个会期召委们务必审慎的考虑，优先来排案。民众党团是强调讲，消防主管机关应该负起更较侪监督、甲检查消防设备的责任，而且爱加重管理权人的处罚，而且佮新增加鼓励检举亚康的条款。嘛强调，因为嘛有提出建筑法修正草案、消防设备人员法的草案，甲一寡相关的公安法案，这法案拢希望朝野会当合作两查通过。
镜头来花莲县的玉里镇的镇长蔡秋良涉嫌贪污，被指控甲摕到标案的厂商有无正常金钱的往来。检调昨昏发动搜索，嘛带11个人登去审问，内底嘛包括蔡秋良翁仔某。检方有向法院申请羁押。花莲玉里镇长蔡秋良因为涉嫌甲标着公众工程的厂商有无正当金钱的往来，所以包括因牵手甲公所等等相关的承办人员，拢总11个人。为初八早起开始，包括公所、因徛街等等15个所在，拢去用搜查。因为涉案的情形严重，暗时互带登去地检署复讯。蔡姓镇长与多家得标厂商之间的不正当金钱往来，金额累积达上千万元。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图利等罪嫌。经检察官侦讯后，已于今日凌晨5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根据检方的调查，蔡秋良在108年到110年的期间，涉嫌甲标着玉里镇公所公共工程的厂商，以借贷方式收无正当的钱，有甲上千万。检调认为讲，伊涉嫌扣税职务共威胁，有诈钱的嫌疑。好几件的这个公共工程弊案哈，那目前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花莲县玉里镇大鱼垒球场的公共工程弊案哈，那有涉及到一些验收瑕疵的问题哈。目前被带登去侦讯的，包括镇长，拢总有5个人获检方申请羁押，3个人撤回，3个人交保。蔡秋良若是去用压起来，因为任期已经过一半，官府会派人来代理。这个事件嘛，为年底地方的选举增加未少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去年交通事故死亡的车祸内底，过路人死亡案件有23件，时段坐伙人占一半。交通大队就认为讲，有的是过路人无守规矩，也过有的是车无要让人过。交通大队即马拍算要加强抓违规，避免车祸搁发生。要去对面的邮局办代志，查甫人撞过车路，也有民众骑脚踏车骑正向，这款乱冲乱撞的情形，直接看见，而且真有可能会去互车撞到。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统计，去年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案件当中，这高龄者的比例是超过一半。110年全年总共发生186件 A1 类交通事故，造成188人死亡，其中行人死亡23件，13件为高龄者。交通大队表示，发生事故原因大部分是过路人无照规定行过路线，或者是撞过车路的时阵无看车。未来也会加强处理，也呼吁驾驶就要商量。前镇分局也发现，讲管区内面65岁以上时段，最近出现交通事故比例有变较悬，特别是上下班也有中昼食饭的时间。要在同时进行的时候，你穿过去，这边的车前讲要超车，还是前讲要拐，你撞到。这足危险啦！那这我足不同意安做啊。危险的，那因为我们周边有时候会看不清楚啊，所以我会相撞。时代也讲，为了安全，因也是会行过路线。不过发现讲，有的过路线是离了伤过远，对行动无方便的时代来讲是一种负担。希望政府在咧画的时阵，也当考虑到时代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几件社会案件，拢有牵涉精神疾病患者处理的问题，引起各界的讨论。行政院颁布的精神卫生法修正草案，伫1月份的时出来呀。立法院今仔日的审理，有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去做专案报告，嘛按算3月2日要调开公听会，希望这个会期会当完成三读。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理精神卫生法修正草案，因为行政院版本1月才出来，委员会决议自头开始重新审查，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专案报告搁备询。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的查某囝小灯泡有害了后，凶手被认定有精神疾病，也特别关注精神卫生法的修法。在卫福部的版本之后，其实还跟各个委员提出来的版本有非常大的差异，聚焦在这些版本上的差异，以及说还有一些非常大的架构的差异，应该要做一些讨论。政院版本修正草案强调社区支持，暗过条文当中无清楚，根本无详细说明未来预算是由中央也是地方政府来编列。法案里面我们看不到预算嘛，哈，可是你们应该有个总体的计划吧？我们中央都是用补助的方式，等于就是说地方也要自筹款，然后这相对款这样子来执行这些业务。警察在什么状态下可以来处置这个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在警政有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有 call center 哈，他可以去立刻透过那个。现在其实这个电话一打就可以立刻查到了。
陈市长强调，司法精神病房到今年底会增加88床，未来规划到150床到180床。社工署也计划增加到1101个。我第2期的社安网，我们对地方的补助的比例已经可以到7成，增加7成，我想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一个负担，最好是全额补助啦。关系精神卫生法修法，按算伫个2月开公听会，公听社会意见，针对无共款的版本逐条审查，希望会用伫这个会期完成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咱社会上对有精神疾病患者较无友善害惊，甚至会看轻这患者，互因伫社会上受歧视，安尼就颠倒，互因佫较无法度登去社会。台北荣总强烈婚姻有发展出社区的照顾模式，互患者伫社区食头路，豆豆建立人际关系，有社会支持，嘛发现讲这款方式恢复的效果袂歹。大声发出心内欢喜，这是一种人生第一摆家己倒本事。精神障碍者伫面对生活时阵，常常拄到真济难关。台北荣总育儿婚姻发展出社区式照护的育儿模式，结合华人育儿店的力量，甲病院共同行做照护社区。着重在学员们人际相处，或者是职能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成就感和收获分享给家人。受真济社会事件影响，精神障碍者常常被污名化甚至歧视。毋过，其实医生指出，若配合妥善治疗甲复健，大部分有改善的机会。尤其精神障碍者也需要真济网络甲社会支持。所以，伫个育儿婚姻的住民，逐工差不多150到170人次到育儿店工作，过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在玉里镇上很自然的交到朋友，有工作。懂得去珍惜每个人对他的关爱跟付出，进而改变自己。过去只是看到疾病对他的折磨，重新审视自己人生。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身心障碍人口总数一直增加到109年底，总共有119万外人，占全国总人口5.08%，其中以慢性精神障碍病患成长上紧。育儿模式的开展，希望更较侪人了解大部分服务体制拢过度强化病人的角色，毋过其实因也需要担任有意义的社会角色来加速康复。疾病是人生的一部分，并是人生的全部。记者综合报道。年头毛李冠希退休到第2年，总共是要甲白头鬃鸟乌，可能会更较接年。不过，逐摆见拜咧年头鬃的时，拢会对头壳皮造成影响，造成伤害。医生就建议讲，要年中午就爱让3个月，而且唔通搁电搁年，同齐做同齐用，上好爱隔1礼拜。发量真少，拢会使看到头皮啊，真难相信这是30岁男性的发量。高雄这位男性同一天染头毛甲电头毛，而且电的部位得真挖头皮，造成头皮因为化学伤害严重甩头毛。但这毋是个案，医生表示来看诊的患者有至少4成拢是因为不当染头毛甲电头毛。不要去烫发根的部分。那染发呢，我们有几样比较要注意的。第一，我们染的时候，不要去褪色，褪得太厉害，就是说有一些人想去漂白。美发师把头鬃热好开，将染药啊抹伫顶管。其实毋拿少年家，真侪长辈为着看白头鬃，每个月拢会去染头毛，头皮都有可能会受伤腐烂。医生建议，其实染头毛应该隔3个月以上。美发店嘛表示，头皮状况无好的时阵，无应该同时阵染甲电。头皮防护就很重要，就会建议客人呢，烫染之前呢，一定要上一层隔离头皮。那在上药的时候呢，尽量如果比较过敏的客人，我们尽量就是不要直接触碰到他的头皮，就可以降低他的伤害。不管是为着爱水，还是想要看白头鬃，染还有电头毛，伫现代已经是真侪民众常常做的消费。但若是要好好注意头皮的健康，就惊最后会变成开钱讨皮疼。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经济局检所调查，有94%的妈妈生囝了后，拢想要饲母奶。也毋过有的妈妈常常是因为讲爱上班，无是困眠较歹，压力较大，奶水无够。局检所这几天有推动母婴亲生医疗院所，协助生囝的妈妈会当顺利饲母奶。嘛鼓励妈妈爱加饲母奶，安尼嘛通降低癌症。
妈妈生囝了后，零头的神经会传信息，互大脑的脑下垂刺激灵素生产，对血流去灵房，才搁出灵水出来。根据国健署109年管市母婴养饲计划，有94%的妈妈拢想要亲身饲。毋过，袂少妈妈伫咧产后，因为困眠歹、压力大、灵水少，饲奶的意愿嘛降低。通常在临床上真正遇到一些奶水不足，其实很少，而是妈妈通常是自觉奶水不足，所以她因为这样而失败。参加支持团体还是找对医护人员去帮忙你，这才会成功。喂母奶虽然说刚开始会真的蛮辛苦的，可是因为其实看他吃的过程中，就是都会觉得满足感跟安全感都会比较大，他真的很少感冒。有早产的妈妈透过亲善病医服务成功饲奶，医生嘛表示，母奶唔那对婴儿仔的脑部气化发育真重要，妈妈得癌的比率也降低。婴儿方面的话，因为有母乳的里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活细胞啦、免疫细胞，减少他们的生病、乳癌的罹患率啦，还有卵巢罹患率都可以降低哈。过去大概整个母乳率大概是占了37%啊，母婴亲生的医疗院所，那它涵盖率。过去来讲，我们已经在22个县市都有，那么已经达到我们3/4的baby 都已经在这个亲生医院里面来了。台湾推动母婴亲生医疗院所的认证制度，对101年的38间到110年已经增加到163间，涵盖全国出世人数的73.4%。国健署表示，这阵亲生医疗院所继续在增加，希望提供妈妈更加完善的照护。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分林县内有真侪庄仔头靠地方创新甲社区营造，即马有无共款的面貌。有一个工作室就伫网络顶头招学生囡仔做伙去古坑环古厝，来增加地方的公共空间，嘛互乡亲时代有所在通休困、开讲报道，嘛互少年辈会当了解地方的文化，和地方建立感情。今日看起来平凡的旧厝，内底毋但挂着有气氛的 LED 电火珠啊，嘛放着一寡文创物件甲点心，互民众有一个舒适的空间会当开讲。这原本是云林古坑的一栋旧厝，有一间专门做地方创新的工作室，伫网络上招学生仔做伙来改造，为社区带来改变，更加互原本的主人看甲真满意。少年的都真有心机啊，拜访吼，讲要。互咱增加的一寡时段吼，好一个空间都来休困安尼啦。阮庄头的囡仔已经入来伫遮参与活动吼，安尼我就感觉讲这个配合有真有计划吼，希望讲嘛会使带动阮这个庄头。这个改造计划，互这栋旧厝有新的面貌以外，也同时互真侪大学生仔来到云林古坑，了解在地的文化。学习目讲的技术，甲居民做伙交流合作，分享互相的故事。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去留下他们的故事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大学生们一起来到这边，去留下他们过去的他们的故事，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到这边想想看，这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合作，然后一起来活络这一整个地方。像这个窗户。就是我们这组做的，还有那个上面的屋檐啊，对，都是你们亲手弄的。对，就老师带着我们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弄这样子。因为这个庄仔头内底是无公共空间，互大家做伙开讲行棋。不过，即马经过工作室、学生甲真侪人的拍拼，互这个建筑变成地方的记忆，会使继续甲居民的感情拢牵慢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嘉东石工家政班正是昨晚有摕到全国10大特色的肯定，伊是利用农村陪伴计划结合数位科技，甲社区变甲有活力、有特色。社区的家政班即马拢对着时代脚步，已经毋那是主料理尔哦。即马也要结合老人共餐社会服务，也要增加数位知识课程，互老人囡仔拢会当享受到家政班的服务。把我所学的来甲阮遮的长辈也好，社区的乡民村民大家共享这个成就。重点就是阮拢有在服务遮的老人，佮甲阮的妇女团队参与这个电脑学习中心，然后结合了整个我们的嘉东乡农会所举办的一些一个绿色照顾站的一寡长辈。
对英国到即马因所摕到环保技术奖项有几落个，因也甲学到物件贡献给社区，不论是现代3C 产品的使用、防止诈骗、环保安全、注重身体健康，拢有伫社区内面宣导。因为一个正大的心愿，就是要甲社区变较有在地特色。不是只是煮菜或是缝东西啊，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多元、更接近这个社会的趋势。我觉得如果可以融入到数位的话，反而可以更强化它的特色。即寡家政班的成员唔但用心付出，希望甲社区的成员当作是厝内面的人伫咧照顾，希望互家政班的功能发挥更较侪温暖的价值，互幸福加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主管英国宾馆5个大人，就一个人去为着死刑判刑。3天前，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去当地设体检甲治疗门诊，计共有治疗360个患者，即马有9成9个人拢已经好利利啊。伊抽的检查着啊，讲我时间啊，啊治疗个这差不多讲，才是七一点。70岁的先生一当前才知影家己得肝癌，家在才4公分大，开刀治疗，即马人已经健康。伊就是主肝人，当地着施行肝炎的人至少有2成。伊会当提早检查治疗，是因为个伊团队甲体检甲治疗站搬来渔村的活动中心。逐户的一个筛检，那第二个我们提供在地的治疗，所以民众呢，他只要呢大概骑摩托车2分钟就可以达到筛检站，2分钟就可以达到治疗站。这3天来，高医针对2个高风险的里，拢总体检5731人，治疗360个心肝病人，包括6个肝炎患者，治疗成功率有99%。因为目前台湾有上新的治心肝的药啊。另外，高医嘛发现，真侪心肝病人甲带原者完全无病症，甚至肝的指数拢正常。有 C 型肝炎的病人，有一半他肝功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传统上先做肝功能 GOT、GPT 不正常以后，再来做 VC 肝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所有有风险的这个民众，都应该要接受终身一次的 V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检查。国健署嘛有提供45岁以上的民众免费的鼻肝、心肝的检查，心肝病患若较早治疗，就会当避免肝硬化、肝癌。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来关心食物除了好食、好看头嘛，真要紧。法国有饲青蚵仔的业者，也是饲出爱心型的蚵仔壳，在情人节特别受欢迎。另外，在以色列中部有一个种草莓的农民，伊种出289公克大粒的草莓，拍破世界纪录。放伫电子秤顶悬有289公克遮尔重，长18公分到4公分，规看起来有34公分遮尔大，看起来就亲像一块几啊粒草莓做成的线形煎饼，互人是真眼巴。תותים גדלו והגיעו לגודל גדול, אז מאוד התלהבנו שיש לנו תותים גדולים ושיווקנו אותם וצילמנו ושלחנו לחברים. 阿瑞尔表示，这种体型真大的草莓品种叫做宜安，采收期是在冬天，重量在60公克左右。气温的关系对伊成长有真大影响，低温会让伊成长变慢。过程中，果肉就愈来愈大。2021年初的冬天是真寒，拄好符合这个条件。用心改良品种、提悬品质，是打败竞争对手占第一的方法。在南法勒卡特地区的蚵仔养殖业者季诺也同款，伊伫地中海海岸养殖场生产的新型蚵仔，在全球根本是无任何的对手。Et uniquement sur des tables de restaurants étoilés. C'est une particularité rare et qui suscite un bel engouement, qui suscite de l'attrait. 每年情人节进前，季诺会送到合作餐厅交予米其林总铺师料理。在红色的甜菜根酱汁之下，热情的红心蚵仔上桌，大家看到拢真爱食。Très esthétique, c'est féminin. J'adore, c'est élégant, c'est raffiné, ça donne envie. 季诺将新型蚵仔的培育方式列为上悬的商业机密。这20年来，这商品敢若用独特的造型，伫特殊的节日，不止强占媒体版面，业绩也是下叫。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战事影响全世界，印度洋的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嘛，去互影响到。因为斯里兰卡种的茶外销去俄罗斯较济，若即阵俄罗斯甲乌克兰咧相战，这两个国家嘛拢是斯里兰卡主要的观光客源，减少观光收入，害特别破产的斯里兰卡即马强要支持袂掉。严重的经济危机，互斯里兰卡是强要袂喘气。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占 GDP 1成的观光业受到真大冲击，有20万人全无头路。全国2200万的人口内底，有50万人伫咧边境线以下，有较善车的连电火水道都无法度纳。囡仔无法度读册，就要去做山工，通货膨胀达到25%的新悬，真侪人是腰肌失顿。This is all I have to cook for 5 people for the next meal. It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to surviv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目前国家爱派350亿美金的债务，1月份外汇存底敢若剩23亿美金，今年爱还的债务煞有40亿美金遐尔济，理论上是已经破产。就算是安尼，外汇也是无够用，因为燃料进口的量无够。2月底全国捌2届大停电，规个城市是暗扫扫，加油站外口排队清菜排甲落长。民众不满的心情是愈加愈悬。తెల్లిమే మినిస్తుండదే కన్నవత్నే దహన తెల్లికి ఖవాదనం గహన మేవిదర ఖవాదనం పోలింగ్ రస్తియాతే మినిస్తు తిరుంగన్ననే మొకత్త వెన్నికినే నేను కీల දින මනසාව කවුරුසාද වෙලා තියෙන කියන මිනිස්සු තේරුම් ගන්න ඕනේ. ඒක තේරුම් අරගෙන ඊළඟ අවස්ථාවේදී හරියට මොනේ පාවිච්චි කරලා වැඩ කරන්න ඕනේ. 错误的政策，互目前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库的支出压悬，税收减少。外资嘛为新兴市场退出，政府煞决定伫这个时机，要来实现100%有机农业转型。去年4月份，向禁止进口化学肥料甲农药，无提供相关的辅导，农民无法度种植，收成是规个土土，地主粮食欠缺，继续大起。第二个错误的政策是债务的陷阱。斯里兰卡对中国政府甲企业大量融资，做“一带一路”未少基础的建设，其中南部的汉办托塔清水港甲机场，营运是了真侪钱，敢若会当甲港口租予中国198年。中国摕到印度洋重要战略的据点，目前持有1/4斯里兰卡的外债，成做上大的债主。国际疫情因为疫苗普及有较长好，经济嘛有复苏，斯里兰卡嘛重新开放边境。今年以来，旅游甲低米外销已经有赚2亿6千万美金的外汇。想袂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爆发战争，严重损断这条经济线。也若罗西亚嘛是斯里兰卡低米主要的买主之一，即嘛战争的负担甲国际制裁，互罗西亚暂时无法度处理买低米的代志。这个商机全乌有去，斯里兰卡是间接受到损害，地区债务违约的危机是搁较激烈。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全世界上届大只民用医疗船全球主船号已经完工，伫3月15会出发驶去非洲的塞内加尔。这只医疗船顶有上届进步的医疗设备，要替山车所在的民众提供免钱的医疗服务。大型邮轮顶头挂着世界各国的旗仔，慢慢驶入荷兰鹿特港港口。码头边有真侪人想要来看这台全世界上大台的民用医疗船主船号。邮轮内面的手术室有上进步的仪器，会当做高难度的手术。Has a capacity for about 200 inpatients. We have 6 operating rooms. We have a full functioning lab and radiology department and pharmacy. Everything that's required to do the care that we do on board is contained on this vessel. 规台船重3.7万吨，会当坐950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641位志工。国际慈善组织全球慈善开2亿美金，用10年的时间，总算完成这台医疗船。主要目的要提供免费的医疗，也有到社区做卫生加传染病的防治工作。We target areas of the world where there is not access to free. To affordable, to timely, and safe surgery. So we particularly go to areas where that's very difficult, and our patients sometimes have waited years or decades to get the surgical care that they need. 在非洲有93%的民众生活在医疗资源无够的环境，自身好的航线会锁定非洲。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加上先做伙咱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
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